論壇咧進入尾聲啦嚇，咁啊每個候選人咧都會有1分鐘時間咧係總結嘅。先由咧7號開始，7號。大家好，我係楊岳橋。初一事件到依家，我哋見到嘅係大部分掌權嘅人不停咁譴責我哋嘅年輕人。冇錯，我哋唔希望使用暴力，但係如果繼續維持呢種你做初一，我做15嘅心態，我哋最終只會跌入689呢種希望香港人鬥香港人嘅陷阱。我哋唔希望咁樣，我哋必須要退後一步，睇清楚成個局勢。香港人應該冷靜落嚟，更加重要嘅係團結起嚟。面對而家呢一個風雨飄搖嘅日子，我哋需要做嘅更加係應該諗清楚，要尋找希望，必須要守住我哋嘅核心價值。而第一步就係穩守住我哋立法會關鍵一席。2月28號，我希望你能夠出嚟投我楊岳橋一票。我亦都會盡我最大嘅努力，證明俾你睇，投我一票係有效嘅，投我一票亦都係值得嘅。多謝你。係輪到6號嘅梁天琦。我覺得作為一個從政者，知行合一係一個好基本嘅信條。我哋一班人就係因為知道香港面臨中共嘅赤化，我哋唔可以好似上一代人咁樣，當香港發生啲乜嘢事嘅時候，就移民去外地。我哋冇呢個咁樣嘅選擇。香港就係我哋最後嘅家園。所以我哋面對呢種種種嘅壓迫，面對警察嘅鎮壓，即使警察開槍，我亦都唔會有所半點畏懼。我哋會堅持我哋勇武抗爭嘅路線，對抗社會一切嘅不公義。即使我哋面對幾大嘅代價都好，我哋仍然會堅持自己嘅理念。因為我哋知道，只有靠自己嘅雙手，靠自己嘅頭腦，靠自己嘅熱血，先至可以爭取到一個屬於香港人嘅社會。香港係屬於香港人，而唔係屬於社會上任何權貴，亦都唔係屬於中國政府，而係屬於我哋香港嘅人民。請支持我哋。夠鐘啦，跟住落嚟輪到5號方國珊。入到立法會，方國珊會繼續堅守港人核心價值，言論、出版、新聞自由，港人優先嘅政策，反對外傭居港權，修正過時嘅法例，監察大型基建公帑嘅善用，持續執法改善北區水貨嘅問題，對小業主爭取修正不公義大廈公契反圍標，環保政策完善新界單車嘅網絡，外海興建廢物處理零堆埋。增建公屋、私樓、商業發展，落實137新市鎮，平衡物價反壟斷，倡議復建市政大樓，市民唔使買貴餸，完善強積金退休保障，推動家庭婦女友善政策，加強託管教育範疇，捍衛廣東話、繁體中文，提升英語水平，落實15年免費教育。香港人有得揀先至係老闆。方國珊既民主，亦重視民生。請各位市民支持一個無黨無派、有 solution、有建設、有政績嘅方國珊。多謝。係4號梁思浩，請開始。我係4號梁思浩，別名睇到大狀。我嘅政治理念係先幫他人，先諗自己嘅益處。我認為雙贏比贏更重要。我之前喺上年9月咧，係向大律師公會做個司法覆核。為咗行家咧係爭取咗呢個做副業係冇需要攞批准嘅一個限制。呢方面咧，佢哋雖然係而家係上訴緊，但係咧我會係繼續為我嘅理念而戰。我雖然有工聯會嘅背景，即係我係工聯會屬下嘅理事，2個工會嘅理事，但係咧今次我係不被協調之下嚟到出選，因為我認為咧政黨同政團之間係有一個政治利益同埋政治包袱喺度。如果我想真心為香港市民服務，我一定要以獨立嘅身份嚟到出選，所以我向大家保證，我從此我不再建制，不向泛民，只為香港市民服務。請投我一票。4號梁思浩。好，跟住有3號嘅候選人周浩鼎。大家好，我係3號嘅周浩鼎。議會裡面嘅拉布、港大嘅暴力衝擊事件，甚至乎年初1嘅旺角暴動，其實呢啲全部都係佔中嘅後遺症。反對派縱容暴力，支持佔中，鼓吹抗爭，結果就搞成咗咁多呢啲香港嘅激烈嘅抗爭嘅手段。以前嘅掟蕉到而家變成掟磚頭，會縱火、會打人，真係好不堪入目。
有啲政黨仲係繼續咁樣鼓吹人哋抗爭，繼續推卸佢哋嘅責任。其實香港搞成咁，佢哋係咪真係冇責任呢？大家可以話啦。究竟香港要繼續建設香港，定還是係繼續暴亂、繼續破壞？請大家喺2月28號用你哋嘅選票幫香港決定，投3號周浩鼎，救救香港。多謝。2號黃成智請開始。各位市民，經歷過年初一嘅暴力行為呢，如果你仍然係投俾公民黨嘅楊岳橋，你就將暴力、拉布同埋流會呢帶入議會。呢個對我哋香港嚟講係非常之唔合理。你睇到泛民主派已經將呢啲可以殺人嘅暴力咧合理化，佢哋已經係違背咗民主嘅理念，佢哋已經唔係民主派。當然你對泛民失望，你含淚投俾民建聯嘅周浩鼎就更加慘。我哋一生嘅信念就會白費。雖然你可能覺得黃成智一個人喺立法會裏邊做唔到啲乜，但係呢一個係起步，就係能夠喺議會裏邊引入中間路線，讓我哋能夠可以清清楚楚帶俾市民希望。各位，如果你都唔中意黃成智，我都希望你投俾方國珊，但係最好投翻俾我，因為如果你投俾中間路線黃成智，香港先能夠可以帶俾大家一個理性、溫和、務實嘅態度工作。好啦，最後啦，1號候選人劉志成。我係1號候選人劉志成。作為年青人，作為社會未來嘅主人翁同埋未來嘅社會棟梁咧，我好希望大家明白咧，你哋要改善呢個社會咧，係必先充實自己。我希望有志嘅年青人咧，能夠成為未來嘅政府決策階層，然後利用自己嘅理念去改善呢個社會。我極唔希望年青人咧係因一時嘅衝動而造成社會嘅傷害，日後咧仲要花大量嘅時間同埋資源去彌補呢種咁嘅創傷。香港嘅議價能力係在於佢嘅有幾多價值。香港唔能夠再接受衝擊。香港喺67年暴動之後咧，佢經濟能夠復甦咧，主要就因為香港周邊嘅城市地區未發展，香港仍可以一枝獨秀。我需要民生，我哋唔需要鬥爭。請支持1號。好，夠鐘啦嚇，多謝晒咧7位候選人咧出席我哋嘅論壇啦嚇。係啊，咁啊令到選民咧可以多啲了解佢哋，諗咧到時點樣運用手中神聖一票。係啦，2月28號就投票啦嚇，多謝晒大家收睇，拜拜。